香港社會充斥住好多負面情緒，要消除呢啲負面情緒，家庭和睦係關鍵所在。咁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同身邊嘅人拉近距離呢？曾經喺大學任教嘅周華山博士，2006年創辦咗非牟利慈善團體自在社，自願用佢嘅一套信念同方法啟發他人愛嘅力量。華山博士你好，不如同我講下自在社咧幾時成立，同埋當初係咩因緣際會之下咧會成立呢個社嘅咧？係啊，啟泰嗱就自在社呢度咧就係5年前成立嘅。咁當時就我以前係教書嘅，以前喺大學教社會學啦，教心理分析啦。咁後來咧就去咗個情緒病嘅機構裏邊工作，咁我開始接觸好多即係情緒管理嚇。咁我就開始發覺，哇！原來香港人好多都有情緒心理健康嘅困難啦，需要幫助嚇。咁我就發覺啊，我好享受呢個工作喎。咁所以咧就我搞咗一啲工作坊啦，即係每班都譬如20-30人咁樣啦。咁啊透過一啲好簡單嘅練習，其實將一啲好複雜嘅心理學嘅方法變成一啲好簡單2-3分鐘嘅練習咧，就幫到人攞翻裏邊好大嘅力量。咁所以咧就喺5年前咧，我就創辦咗呢個自在社啦。嗱，一般學員嚟到咧，其實佢哋上啲咩堂？你要點樣訓練佢哋嘅？嗱，我哋有好特別嘅精心設計嘅訓練方式嘅。咁我哋透過一啲好簡單嘅練習咧，各方面咧幫佢攞翻裏邊嘅力量。不如你而家示範一下用3A，即係我承認、我選擇、我感恩去處理翻同仔仔呢一個關係咁嘅情況，好嗎？我承認我係好固執，同埋我承認我好執着。我承認我對我仔個期望同埋要求係好過高。我選擇咧我自己咧要更加咧去體諒佢。去將我嗰個要求去降低咗。譬如有啲個案啦，細個因為媽媽鬧佢，或者爸爸鬧佢，話你死蠢冇鬼用，呢句説話就可能傷害咗佢幾十年。到佢事業好有成咧，佢仲係覺得自己唔夠好。可唔可以陳博士講翻俾我哋聽？一直以來咧，你同爸爸關係係點㗎？我同爸爸嘅關係咧，以前係好差嘅。細個時候對佢好多埋怨。咁我記得，譬如6年班嘅時候啦，佢睇我嘅日記啦，我好嬲啦當時。咁好多時會同佢嗌晒大交，喊晒。有一次佢係將我書包抌咗出去門口嘅。咁喺中3嗰陣時揀科咧，就同佢好大嘅即係爭執啊。咁當時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好嬲佢。所以我哋嘅訓練咧，就幫一個人揾翻喺佢最心底裏邊係啲乜嘢嘅信念。乜嘢嘅説話障礙咗自己，令到自己冇辦法真正嘅享受真正嘅突破。咁假如有個人嚟到上你嘅堂啦，經過你訓練啦，佢成功率好唔好咧？可唔可以講啲例子啊？實在啲。太多咯，成功率我會話平均我諗係90%啦，90到95%啦。當然唔係每一個都成功嘅，因為啲朋友參加嘅時候翹埋雙手，咁我哋就好難幫到佢啦。咁但係只要佢願意打開咧，我會話超過90%都有好大嘅幫助。譬如親子關係啦，有一個媽媽個仔仔成日都搞唔掂，個媽媽瞓晒身，好愛呢個仔仔，個仔仔8-9歲到嘅啫，點搞個仔仔都搞唔掂，好越嚟越反叛。咁我哋開始同呢個媽媽講，你試下用另一種方式啊，試下唔好鬧佢啊，試下只係同佢定目標，讚賞佢，就算做得唔好都讚佢盡咗力，做得唔好都讚佢，我知道你都俾心機㗎啦。跟住我哋有啲方式咧，一啲具體嘅工具啦，一啲説話嘅技巧啦，教咗呢個媽媽之後啦，個媽咪講話佢3個禮拜之後，個仔仔第一次攞 A，80分，哇！佢開心到不得了。又或者有啲婚姻嘅問題啦，即係兩夫妻差唔多離婚啦，已經去到離婚嘅手續。咁但係佢最後一次啦嚟參加我哋嘅即係 training，我哋嘅培訓啦。咁我哋用一啲好簡單嘅技巧，將佢哋其實兩個好有愛㗎。只係俾生活嘅好多困難，即係攞晒個焦點，佢俾咗好多力量嗰啲困難。咁所以當佢攞翻個愛出嚟，講翻我欣賞你啲乜嘢，我重視你啲乜嘢，其實我都好渴望同你創造點樣嘅關係。老婆，我好欣賞你咧嘅能幹，我又好欣賞你咧嗰個堅持。喺我哋最艱難嘅時間咧，你係咬實牙根，日以繼夜咁去支持我嘅事業。
我哋好衷心咁多謝你嘅。婚姻咧，真係甜酸苦辣咧，真係好多嘅。咁我哋大家都係互相支持，不離不棄，堅守婚姻嘅承諾，呢樣嘢係我係最多謝佢。嗱，香港老年人嘅問題其實都嚴重啦。以你觀察嚟到呢度嘅長者啦，佢哋大部分嘅問題係啲咩？同埋經過訓練之後，個成功率高唔高嘅咧？老人家喺我哋嘅會裏邊嘅成功率係最高嘅，差唔多係100%。反而有啲後生仔讀書好多咧就難搞啲，因為佢好多理論啊，佢成日要分析啊。因為我哋唔係要去分析一啲知識，我哋攞翻心嘅力量，因為心係最直接嘅，唔使講咁多嘢，一轉化咗個愛，嗰個力量就出到嚟嚇。我哋嘅會有好多60幾歲嘅朋友嚟參加，好多係目不識丁嘅，即係冇讀過書嘅都有，但係佢哋嘅成功率係好高嘅嚇。因為佢哋直接、簡單、真誠、有感受。佢哋遇到嘅困難好多時就係不被尊重、不被重視、被社會遺棄、被仔女遺棄，佢覺得孤獨、覺得無助。媽咪啊，其實呢幾年同你相處咧，都好唔簡單㗎嚇。可能有好多爭拗啦，好多唔諒解啦，對我嚟講係有一定嘅壓力嘅。嚟到我哋咧，我哋好簡單嘅啫，我哋有一啲特定嘅方法，幫佢哋肯定翻、重塑翻佢嘅自己嘅人生，睇翻啟泰爸爸，你呢一生咧，其實做咗好多好有價值嘅嘢喎。你試下，就算冇人識得欣賞你，最緊要世界上有一個人識得欣賞你，我當然就係你自己啦。我係有價值嘅，即使個仔仔女女唔識得欣賞冷淡，但我自己力量出翻嚟，自己咪有能夠為自己創造幸福、創造快樂咯。嗱，香港我哋好富庶啦，好繁榮啦。以你觀察，其實我哋嘅負面情緒係咪相對其實都好高咧？譬如離婚率啦，香港而家係超英趕美嘅。而家過去呢10年啦，我哋每10對人結婚就有4對人離婚。即係40%啊，係好驚人嘅，所以好反映到嗰個即係離婚係一個冰山一角啦。但係好反映到生活上嗰個壓力啦，唔識得溝通啦，好想去突破，好想去達標，好想去貢獻，但係冇一個好嘅方法，咁所以個關係就越嚟越負面啦嚇。咁呢個係好可惜嘅嚇。咁我哋將一啲好複雜嘅理論變成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即係1、2、3。一啲某一啲好簡單嘅 steps 啦，一啲步驟啦嚇，咁所以當自己有困難、唔開心嘅時候咧，跟翻咁嘅 steps 咧，咦，力量出翻嚟喎，因為我裏邊其實有力量噶嘛，咁但係問題我哋過去個焦點成日擺咗喺困難裏邊，會唔會可以講翻而家同爸爸嘅相處係點樣㗎？而家係好舒服，可以同佢喺埋一齊啦，好容易可以拖佢嘅手啦，會同佢講我愛佢啦，講電話嘅時候都會即係好有耐性聽佢講，尤其爸爸即係而家其實都係一個好多牢騷啊、好多埋怨嘅人，咁我以前就會覺得好抗拒，而家就好樂意去聆聽爸爸啦，咁所以同爸爸關係係非常之融洽，係好多愛嘅。嗱，我見呢度嘅裝修都啲學員咧，畢業之後翻嚟幫手，即係做呢個裝修啦。點解畢業之後咧，佢哋都咁投入翻自在社嘅工作嘅？係啊，啟泰，我自己創辦呢個自在社個目標咧，就唔係一個課程，課程是一個起點。我個目標咧係一個細水長流嘅社群，即係話我哋一生都喺埋一齊，一生互相支持嘅，即係一個好好嘅扶持系統啊。咁所以完咗課程之後咧，大家就好多義工嘅活動啦。好多自在社嘅成員喺呢度畢業之後，仍然會定期翻嚟自在社幫手做義工。佢哋希望用自己嘅所學所得去幫助同影響更加多嘅人，以一份感恩嘅心回饋社會。馮燕霞 Kate 就係其中一位啦。阿 Kate，當初係咩機緣巧合之下咧，你會加入咗義工行列嘅？哦，其實我喺08年嘅時候咧嚟呢度上堂。咁上完堂之後咧，我就發覺呢個地方好特別喎嚇！佢除咗教課程之外，原來有個平台係可以翻嚟做義工嘅喎。咁我過往學課程都冇一個咁特別嘅地方，咁而我又覺得佢教嘅工具好有用，咁我就趁呢個機會翻嚟做義工，俾自己再練習多一啲啦。咁你義工工作係幫助啲咩人？係做啲咩嘅？自在社呢個地方其實幾個層面嘅嚇。咁第一就係
如果我做嘅工作就係會帶啲小組形式啦嚇，幫佢哋喺呢一方面佢哋可以再伸展得多啲。譬如可能佢哋想帶啲人翻嚟聽呢個課程啦，或者參加啲免費工作坊啦，點樣去邀請咧？咁我哋會俾訓練佢哋啦。呢個係主要層面嚟嘅。咁平時大型嘅 workshop 我哋有成300人喺度嘅，咁裏邊就牽涉咗好多義工需要幫手。咁有陣時我哋就會負責做籌備啦嚇、組織啦，唔同階層嘅人、唔同嘅朋友相處嘅時候，喺佢哋身上邊我學到好多我平時唔會諗、唔會見到、唔會聽到嘅嘢咯。咁所以我會鼓勵身邊做緊義工嘅人可以繼續去鼓勵佢身邊未做義工嘅朋友可以參加呢個大家庭，佢可能揾到一啲咧好大經